照顾当死症的囡仔是一世人的代志，甲这份爱护囝儿的心，扩展到规个台湾社会，真正无简单。2012年吴尊贤爱心奖社会服务队，今年颁发予中华民国当死症的基金会董事长林正杰，伊推动早期治疗当死症门诊，49岁以下长期照护计划，甲设立当死症饼店，予身心障碍囡仔伫成长路途袂孤单。伊讲这一切付出，拢来自一份同理心。 看到阿栋来到位，当时正店员热情甲欢迎。好，乖乖的。有，好，谢谢，乖乖哈。这是当时正基金会董事长林正杰所成立的阿布拉索饼店，因为家己的查某囝妙妙嘛是当时正朋友，林正杰对守护这群大囡仔，会当讲是做牛无小力。生着这种囡仔，你怎家己无坚强吼？啊，要面对着后边这囡仔迄个成长哦，足困难的。爱布罗说迄个西班牙语哦，或者拥抱，所以咱希望讲，咱这个品牌爱用来，互咱这社会，而且来甲咱买物件，即迄个民众来拥抱糖宝宝。阿布拉索饼店全台湾拢总有5间，店里除了有当时正店员做来卖四手仔，阁有因家己创作的艺术品。林正业讲，训练一个当时正囡仔做饼，甚至甲人直接互动，至少爱10几冬的时间。但是伊相信当时正囡仔绝对袂是社会的负担。我相信讲因其实嘛用吼趁钱，嘛用替妈妈、爸爸做家庭的迄个负担。我尽量来做，为着我的囡仔，嘛为着我的囡仔，甲我的囡仔共款只汤爸爸的家庭来甲因服务啦。 一路照顾当时正囡仔到大，林正杰深深体会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，所以除了成立饼店以外，伊嘛设立早期治疗中心，让身心障碍的囡仔自细汉就接受训练，对走路、踢球到洗手、食饭、学习独立生活。我们一直知道他的初心，他也一直坚持他的使命，所以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就是一起走在服务身障朋友跟孩子的路上。一份爱护囡仔的信念，支持林正杰投入早期治疗、当时症饼店、当时症门诊，甲49岁以下长期照护的计划。爱家发展中心主任讲，林正杰毋但是妙妙的爸爸，嘛是所有身心障碍应生的亲人。 那孩子有什么需要，他就是蹲下来，他的眼光跟身就是高度是跟孩子一样的，所以让孩子觉得说他是跟我一样的，就是他就像家里的长辈。面对别人的恶乐，林正杰谦虚讲，同理心上要紧，期待社会会当相挺，互身心障碍家庭袂孤单。他爸爸的爸爸妈妈对这囡仔拢是一世人的代志啊，嘛爱咱政府、咱社会。 甲咱每一个来个斗相共或者迄个家庭拢一个愿望。记者麦尚英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